今仔日是清明，也是连假的上尾天，各地头对下晡开始呢，拢出现这上北的车阵，可能要等到暗时8点，车才会较好走。明仔载开始爱上班上课啊，也着爱会记得早雨伞哦，是因为这方面晚近台湾天气开始变较无稳定。今仔日呢，这玉山观测站伫下晡3点钟要落冰角，外岛的金门、马祖也开始落雨。明仔载台湾各地头拢有机会落雨。为高速公路局1968网站看会到，讲上北宜兰到头城，玉山已经实施高承载管制，车阵也是排到路长。假期上尾一天下晡，各地各道拢出现上北的车阵。高速公路局估计，要等到7、8点了后，塞车的状况才会豆豆消透。截至下午3点，国道全线交通量为57.5百万车公里，预估本日交通量为110百万车公里。截至下午3点，古武北向雪隧通过量约为27000辆次，相较于去年同期增加了2%。玉山一片白茫茫，冰角一直落落来，因为对流系统的影响，玉山下晡3点外开始落冰角。方面，在咧接近台湾，天气开始无稳定，车过台南以北东半部的云际，外岛金门、马祖已经开始落雨，车落台湾各地头也拢会开始落雨。这个锋面比较厚实的云系的话，正在往东移动过程当中所以这个锋面系统的话，其实从明天开始的话，就会逐渐影响到台湾，在台湾各地以及外岛的澎湖、金门、马祖都是容易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一个天气。那这个降雨的情况的话，可能还是要视当时的对流系统所发展的一个状况而定。如果说对流发展的是比较旺盛的话，是不排除是会有些雷电，然后以及强降雨跟强阵风等这个剧烈的天气现象。中南部地区来讲的话，目前看起来就是说，可能还是以这个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一个情形为主，而且旱象的一个情况的话，可能还是相当有限的。气象局表示，车落雨水小停的时阵，也是可能有日头出现，各地高温就会到28度左右，是较湿热的天气形态，雨水到初8就会较少。温度方面，初7开始会因为东北季风较强，北部地区可能落到剩16度。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。